手印啊，这个是手印啊，手印啊。念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。大地震的时候，要先镇定，静下心来，念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。像那个2023年，好像2月4号、2月7号啊，上午4点多，土耳其大地震啊，一天有7.8级跟7.5级的大地震啊，强震2次了，然后余震好像100多次了哦，哇，伤亡惨重，很严重，大楼很多都1分多钟就陷下来，就夷为平地了。那怎么逃得出来？到2月16号还是15号知道说罹难了还是受伤罹难了有17000人左右了，这么可怕，那么多。要解手印啊，解手印啊，或者是念观世音菩萨圣号啊，对治那个爱意啊。